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收看福喜来咧，我系 Rita 林玉天。今日喺節目當中，安尼講客家青年係行出去。第今年呢，客委會舉辦第一屆2017客家青年國際事務訪問團咯。喺美國轉來咧，記得真嘅當大兵去到美國做咧國際嘅交流，咪帶轉來當豐富嘅經驗哦。今日喺節目當中，好好嚟同大家分享哦。首先來歡迎今日講嘅同學，首先來歡迎陳明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陳明橋，我係2017客家青年國際事務訪問團嘅團員，我1年前有上過節目，當久冇見。哇，請等一下哈，接下來呢，來歡迎也嘅係羅麗瑩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係羅麗瑩，係突然幸福嘅客家人，大家好。哇，兩個都係當主持人啊哈，明橋講試驗，啊，麗瑩係講海料，係錯，係唔過試驗咩做得下？做得。今日兩個嚟到節目當中當歡喜啊，因為呢一擺呢，去到美國去，未算係本地到人生經歷嗬，要多嚟也好。韓國啲海外看到當多嘅客家鄉親嗬，當然大家會講，呢訪問團到底係愛做乜嘅呢？其實呢隻訪問團呢，我哋係去 LA 洛杉磯去參加會議，咩帶點當多嘅任務，因為我哋係客家青年，啊，呢下會講客家話嘅青年，其實已經懂少了，係。其實喺台灣吼，我知道呢啲行業推廣，很係用心，邀請到後生，譬如講呢啲事都唔會講啊，嗬。我想可能到國外看到安多嘅客家鄉親，大家接觸下，係咪都感同？你知呢？去參加2017嘅全球客家會議到洛杉磯，我哋還有去華盛頓、休斯頓，還有紐約去。時則上市安樣嘅，係要看到前度嘅客家大佬前輩，客家鄉親安樣嘅，所以我相信呢度去呢，大家會看到哇，大家都係寶貝要按後生嗬。當然啦，你愛去到美國為咗啲參加係透過競選嘛，嗰種先有冇啲呢一消息咧？其實我係從網路上來嘅就社群網站。當個就有人分享呢隻訊息，故所我有看到，我就想講，來試看啊，看會唔會送？不過我嘅用詞係冇按有次性係。哦，因為一擺係240人，單槍托四比3。錯。嗬，嗰裡應該攏是用乜啲呢消息？我係公然比賽界來的群組，咪係安樣嘅。大家會分享消息嘛？喺高中時分享啊，樣嘅，我說15歲到18歲，我做得起呢，我是去吃看啊。哇，當後生嗬，應該15歲到18歲呢，你咁啲講，你自己去做乜嘅？咁要誠心講，就得行出去。哦，其實呢係一隻當好嘅經驗哦。當然，你要把安樣嘢發同啲競選嘅時節，安樣談起來會緊張冇？我係當緊張，因為人哋係分兩個考場，一個係講客語嘅，一個講英文嘅。我嘅英文係冇按章，故所我在英文考試嘅時間我當緊張，因為全部都係講英文，故所我冇按有把握。係啊，嗬，佢一擺過嘅嗬，你自己講，幾當時用咩上去參加？幾樣時係因為我想講，就是一種面試嘛。啊，以後上大學嘅時間咪愛面試，我就想講，來試看啊，來去體驗看啊，看以後有乜嘅愛改進嘅，就得來學習一下。哦，一下高中3年生嘛，愛上3年生。哦，愛上3年生啦，嗬。咁你下係愛上大學1年生？係高中畢業咧。高中畢業咧，嗰種先有冇上去嚟參加？其實我真緊來參加來行客家呢條路係2年嘅事情，故所我是想講，我英文很做得，客委嘛，辦會講，我是想講來去看啊，去看看冇強人界客家，冇強人界世界咁樣。因為之前嗰啲離遠嘅之前是要到美國，應講嘅遊學啊樣嘢，所以英文表現上。
有信心吼，顶到系客家系2年样来开始接触的。嘿，不过我一家都不卡是就公学，我说我知道公学是一只宪法的沟通，大家互相交流安样。嘿，你2三啊，学位都讲会当好，因为地不卡都有讲错嘛，地不卡都有讲咩吼，是从你点势本基到掌上鼓励啊，吼，我觉得家庭的教育咧系最重要的，系第一步系最基本的，因为像 Rita 咪系自家地不卡有讲，所以你下样做在错地咧，会同大家来分享嘛，所以鼓励呢，电视机面头这朋友大家地不卡多多来讲客家话哦，今礼拜吼去到美国吼，看到安多冇共用的世界，因是咯，自家出去以前。让别人准备你的心情，你要准备乜嘢望？我讲，去到个我评论讲，我识到乜嘢，我看到乜嘢，我讲出乜嘢，我看到客家乡亲的乜嘢大病的地方，咁要按用你的准备。我自家系有去松明路方试一下过海关嘅世界给我马介，因为我自家英文系冇乜好嘛，故所我要试一下做一下功课，就系过海关嘅世界给我马介啊，给我给会唔会刁难我啊？安样，不过海关系。人还蛮好嘅，故所我知道唔是按紧做，唔是按少，唔是按少吼，也爱个强盘嘅要补上天数吼。你可以讲唔是按少，其实你出去啊，还归团啊，我有签证该都全部我有写，好入境卡我有写，你要来做嘛嘅啊吼。好，故所你就本意甜甜嘅小用，因为真嘅唔低吼，你做得讲我汤唔是吼，其实我拍一个翻译给你。唔好乱講法，因為啲海關嗬，喺講亂講法，喺講本人遣返有可能就以後錢難一見咯，嗬。我本人足濟，我想再去啦，嗬。好，咁樣呢，嗬，你唔之間呢去到美國嗬，去以前準備嘛嘅？因為我去美國以前有該透2個禮拜嘅訓練嘛，還是知道講。到訓練，到台灣上課，係線上來講是直接來教你。不過等到去美國以後，係你自家去看，自家去聽，自家去上網學習，係變做你自家去下上網都要去看。自家去感受，係講到當重要嗬。你都要去美國2禮拜，去了2禮拜以前有2禮拜培訓嘅課程哦，很精實的課程哦。你剛下講到按結同學嘅時候，那2禮拜用半年嘅課程，大周時上課。真經係大周時上課，按水墨寶，係真經。韓國8點就要上課，韓國上課上到10點，上課以後行去做乜嘢？開會，做報告，跟唔到幾多點鐘做啲項目啊？1-2點吧。當日做安尼啊？差唔多。拜1到拜5，好，拜6禮拜本就專業課開，錯。我所以2禮拜就本就住宿。好，安尼開始培養團體嘅情感。好，你就知道安尼2禮拜吼，即家有最印象深刻係乜嘅？我知道其實2個禮拜嘅訓練真經冇人改變，冇人簡單。到2個禮拜，我都有英文嘅課程，有客家內容，還有聯合國啊、外交部分、媒體嘅等等，全部是有安排嘅。係啊，就全部就係懂本愛緊張嘅課程，因為就冇愛懂以前就第一個知識嘛，故所全部就會重新學過，全部都會學嘅哈，就會比較深入的了解。要透過2擺嘅培訓嘅課程，因為唱嘅先生全部同好嘅先生，一定嘅，係一定嘅吼。2擺其實做得本客家青年出去交流，一方面喺台灣你是有準備咧，出去有開眼界吼，所以我想2擺咧發同正式同好，家堂到2、3分享是啲個，很扎實、很精實，收穫滿滿，真經係。好得吼，你下年紀15歲到18歲，嘟好，肯做得出去。做得去諾貝看看啊！雖然冇水飽，不過非常有價錢，就冇。免靠安尼，以後就唔會緊張咧嚇。係啊，
從上體課以後，我嘅英文其實有進步當多。一擺咩有特別英文嘅訓練，有。好，從語言，韓國外交嘅外交嘅禮儀，係錯。韓國對客家較深刻嘅部分，認識客家嘅部分，韓國認識國際事務，全部都有。哇！2禮拜安尼算10日，好，早晨頭8點到暗晡頭10點，年嘅課非常嘅豐富啊！我咪相信也擺學會去攀也發通非常嘅用心，就係希望講也擺出去，卻帶咗滿滿嘅收穫哈！韓國作為台灣繼續發展台灣嘅客家，錯嘛哈？等下個繼續談到分享哈，也擺出去到那邊啊，看到乜嘅啊，清神奇嘅素材哦哈！也請大家先聊一下，繼續轉到福氣來咧。福氣來咧，兒童所有嘅朋友，大家共下來分享2017客家青年國際事務訪問團喺美國轉來咧，出席了優秀嘅客家青年轉到台灣來，到底帶來乜嘅豐富嘅收穫呢？喺今日嘅節目當中邀請到陳明橋、韓國羅麗英共下同大家來分享，歡迎兩位。哇！今日嘅兩山呢，作為講錯到兩位，我同大家共下來分享啦。咁頭先要講到哈，出席以前哈，有上當到嘅課哈，咁有乜嘅特別印象？當趣味口唱，大部分當到嘅感動，有一些震撼。我自己係吳藝蓉主播，她是我的女神姐姐，對啊，她就來跟我們讓我哋上課，媒體應答一些訪問的內容，她就幫我們上一個特訓，這樣子。哦，有得從係講你出關嘅訪問人，有採訪寫作，你用乜人讓人對答，係錯。我是講過，喲，佢係電視上嘅主播，今日做得到大家上看，一直都動播而動聽啊樣。好動聽哈，每月學到動到哈。真嘅。出國有用到嗎？有。真嘅有哈。所以你上了課哈，很扎實，咪真嘅動有用啊哈。阿個名校呢？我自家係鄭榮興校長，因為佢係上戲劇，客家戲劇。佢係苗栗人，我咪係苗栗人。佢嘅劇團在苗栗，我自家冇看過，我就很驚訝，因為佢在苗栗，唔過我冇看過客家戲，我嗰種時就想講，苗栗咩有客家戲，我咪有去看看啊，試看啊，看以後係唔係我咪做得去演看啊？係啊。係啊，吼，其實呢，北部嘅客家嘅戲團吼，其實青島吼，頭擺記得陸總督去巡迴，也係講一下呢，你哋兩廳院喺那邊就做得看到非常非常優秀、有水準嘅演出哈。佢所鼓勵除咗上課以外啊，哈，還要去看戲啊，好冇？非常非常精彩啊，哈！佢所兩位都有印象非常深刻嘅哈，一擺去到美國嚟去非常多嘅嘗試。今日要帶來相片同大家來分享，好冇？你看一下。好，做得。兩種嘅是係我哋要到洛杉磯參加台會嘅相片。兩位呢，今日做嘅相就係。你一成呢度，應該都係團服係啊。係。你一擺啱出去係叫啥名字？全部是不是全部去？全部係什麼誒？冇寫來誒，沒有寫來來線，不過冇線送。唔過冇線送，唔本寫來出去哦，繼續加油哈！嗰時候呀，按三副作起的真件動起身的哈，很亮眼哦。係，家下嘅我哋是要準備日首係熱公公，然後四連歌，傳統嘅韓國童謠。係。分享本海外嘅客家鄉親都欣賞啊！哇，記到談到兩日講到4年個，尤其可能單場係後生人，尤其對咧老一輩嘅長輩啊，記到談到喂，哇，心肝都知道，哇，我轉到我家鄉嘅感覺咧。目珠是會跌下來咧，真嘅，係當感動。所以你係你都有啲舞台當表演嘅相片。係，你係台會現場，你係啲 LA。也係另一件團服。你哋總共有幾多兩團服？兩。2套團服是抽嘅哈。對。
哦，搭拖是当好看哦。亚太飞的时节，竟然到啲台上去做乜嘅？讲心得，讲心得。嘿，然后客家乡亲来分享一下，因哋后生人对客家嘅想法。哦，嘿，竟然自家对客家嘅想法係乜嘅？我自家哦，我係知道，兩下嘅後生人喺家就冇想愛講客家話，我知道當奇怪，做乜解自家嘅母語愛活體咧？我就感覺到，客家話係需要傳承下去嘅，故所後生人其實愛多多講客話，也唔係件當見笑嘅事情自家嘅母語自家講哦，嗬。為什麼其實出題也擺參加訪問團以外，自家咩係客家嘅歌手嗬，又開始來唱客家歌嗬，也係你調演另外一種方式啦，嗬，非常好啊，嗬。嘅你自家知道喏，身為客家青年，你嘅心得係乜嘅？我到參加禮拜發同以前，我是有老自家講。我係代表客家肢體企出來，讓客家腔下行出去咁樣。係嗬，係。其實我就講，你係後生嘅嗬，為咗按樣嘅嚟想法，我就可能你下看到嘅冇講當到，你用為咗按樣嘅想法呢？其實係參加全國去年嘅全國語文比賽，我是去到剛剛看到，國小嘅學生是去到台小人家後背，喺台上用下背來弄圖，有看到講跳那麼拍戲嘅老人家，咪去到台大讓大家公認，讓大家分享，我是想講，我自家嘅客家嘅青年啊，我為個客家做過乜嘅事情，故所我是想來去出來咁樣。哦，所以呢係講多多咧參與客家嘅事務嗬，無論係比賽咪好，任何嘅競選咪好，你是為咗當有感覺。其實咧談你嘅客家歌咪當好啊，唔係本意上有感覺是做得講，係講愛做得持強，該有結好咧，是做得開始咧，嗬。好，你係啲 LA 嘅相片，香港呢？還有華盛頓 DC，也係人哋去花爬交流嘅時節。花爬係一個台灣人嘅共同事務嘅一個組織，他們是幫我們推動就是台美人、台灣在美國嘅人來通過一些法案啊，保全我們的權益。嗰所以亞嘅組織非常重要，因為就係你台灣人喺講成發啲美國，就要一個當初家鄉嘅支持，安尼嘅感覺嚇。當中佢哋係要頒獎本啊，佢哋送東西本嘅啊。因為佢係一個美國人，不過佢會講國語，佢會講中文，佢咩當關心人哋台灣嘅國際嘅事務。當好誒，嗬，又係啲華盛頓。係，還有一個係咩係華盛頓，你係人哋台灣在美國嘅一個資產。也係雙向園，請講哦。雙向園係一個有歷史嘅建築，東江哈，東台東發哈，好，你係啲華盛頓啊，哈。香港呢，還有去到哪位呢？我哋會還有洛杉磯嘅相片來大家分享。你是係蘇杭那邊嘅係呢個名片。呢啲係名片做安排嚇。係有國語版的，未有英文嘅，本該就客家海外嘅鄉親來看來分享咁樣。你係啲台風現場嘛？嚇。係錯。好。你衫褲唔係賣保險，唔係講就係我哋提兩個衫褲。有，頭先有介紹嘛？嚇。係錯。看到了係啦，你客委會嘅主委跳下來翕相，主委咪去到了台會嚇，禮拜未去參加。突然咧，都客家嘅青年去到當公用，因為你客家呢後生嘅當很講你自己嘅母語咪很為到客家嚇，跳下來行出去當好。故所我哋就推動分享嘅時節，講說嘅時節，佢是講，哎呦，你係我哋，你係我嘅食哦，你係我做，係啊，好，香港呢？接下來是係到 Houston。來到 Houston 呢 ？Houston，你係我到見到嘅 Houston 嘅海外嘅客家鄉親來鄉下
食饭安樣。哦，記得繞場呢啲強下來，從來到不康打最過哈。誒，你呢？喺 NASA？呢種咩係 Houston，然後要去 NASA 參觀。NASA 地位都有動到嘅真實嘅太空梭，我看嘅時間我就好震撼哦，因為以前可能看到太空梭嘅世界應該係在天洋地位度，然後做嚟看真實嘅太空梭真經冇，真經係動貼嘅。係啊，韓國一班呢有嘅博士係你客家用錢哈，好，一班到 NASA 上班嘅客家人客家用錢。誒，呢一班記得還有一隻特別電路哦，要帶了太空人的食物係啊。幫大家看一下好唔好？研發嘅哦，幫大家看一下。一隻，好，一係記得嘅香草 ice cream sandwich 哦，看起來我感覺講呢東西嘅口味，我覺得呢係太空人記得需要啲太空當嚇做訓練嚇，哇，實在非常嘅精彩。我就是係講我15歲到18歲我未去嚇，我超過一點點嘅嚟啦嚇。等下將來繼續同記得精彩分享哦。透過福氣來咧，聽你客家青年強下來到美國，家下竟然還去 NASA 咧。不過很大聲天時嘅面頭前朋友冇法度食到太空人的食物，不過都係看得到。好，來朋友問下那李英，大家好。家下介紹到按到嘅相片，哈，繼續來同大家分享 NASA 喺 Houston 嘛，哈，繼續聽你呢個腳跡，我們繼續在 Houston 來認識一下。那可能呢相片，係到 Houston 嘅鄉親係啊？係，呢係 Houston 嘅僑務委員會，嘅會長分享嚟到。係，我第二種呢係到 Houston 嘅台灣人第二代嘅青年。哦，所以你係咪係第美國嘅客家青年？記得唔係客家人，呢個係台灣嘅第二代。台灣嘅第二代，所以可能要講冇強用語言嘅人啊嚇。咁記得全部強下來交流啊。係，記得咪後生人係差唔多歲嘅。係，咁記得你下睇睇講英文，會講華語嗎？會，記得會。一點點啊。有些咧係要在台灣學過嘅。哦，嗰時候就要講華語。係。唔過地度咁有客家嘅後生人。冇，當初冇，一擺相片地度嘅冇。係，我哋要留記得講客家係乜嘅，因為記得要當到係唔係在台灣出生嘅。哦，嗰時候對台灣完全就冇了解嘅啊。哦，咁一擺去嘅高場地度，我咁要留客家嘅後生一代來做交流。一擺下手呢。不過我哋就留記得用英文來分享講乜嘅係客家文化，做乜嘅衫，我哋係乜嘅。還有教記得，比如講按字寫將來了，是夢兒安樣。哦，簡單嘅客家寫法上家門，又有禮貌，又當簡單學嘅哈。係呢一擺吼，當大嫂到客家嘅後生人喺美國咧。第二台啊，第三台係少接觸到哈，因為會議當中嘅時候可能開會嘅時候，呢個長輩嘛，嚇，所以係有機會去到美國，就得用各種嘅方式，然後大家介紹客家係乜嘅，係講去睇 Houston 最尾一站來到紐約 New York，也係人哋在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嘅時間，頭前倆幾位全部出係。在地北度做事嘅一些官員們，記得就很歡迎我們去，對。嗰時候一擺去啊，你看去嘅四個城市，從一開始嘅洛杉磯、LA，過去到誒華盛頓，嚇，過去到 Houston，過去紐約。嗰時候你係安尼，美國嚇安尼比來比去，千里比到東岸安尼。哇！一般安尼過程當中哈，有乜嘅印象特別深刻嘅冇？誒，在飛當中啊，有留當到嘅客家鄉親來打嘴鼓，
沒有讀到我吃到東西片嘅，就係到我要卡隔壁嘅前輩，嘿，佢係一下帶啲美國，嘿，以前才and美麗，嘿。哦，安尼就家鄉嘅人貼情係啊，係啊，跟住唱歌本一堂嘛。有，and then 還有唱山歌，在紐約嘅時節啦，你有一隻公演，一隻公鋪嘅公演，佢係會唱山歌嘅，佢沒有唱山歌本人掉堂。哦，安尼音樂沒有交流了，跟住你可以推薦嘛，我係陳明橋，我要出客家嘅唱片。有。哦，安尼真好呢。係啊，我第一個唔真些時就係用唱歌咩，然後才藝表演啊。咁你亦係用跳舞哦，你從細有跳舞係啊？係，從細時有學過。哦，咁呢一擺呢，你都有啲舞台檔愛展現乜嘅才藝，咁有機會講幫你跳下舞。我哋禮拜係唱歌學到，唱歌學到，哦，下禮拜你自己做啲編舞，好，做嘅。and then 禮拜還有結合樂器，哦，像吉他啊、木箱鼓啊，還有竹板，還有口風琴，全部係你哋自己愛演奏嘛？跟演奏嘛嘅？我係吉他。哦，吉他，你平常時就有在彈吉他係啊？幾年呢？我係唱歌，我是唱歌係啊。哇，很好教哦，所以你都唔單唱講，上課培訓，你都還會變做一隻樂團，哦，小型的樂團，哦，是不是上嘅上一台哈，變樂團出去表演？跟住到禮拜去到美國嘅鄉親幫你到乜嘅評語，係啊講乜嘅安樂呢？其實。海外嘅鄉親，佢哋看到人哋客家青年，其實係同感同嘅，因為在美國嘅客家青年全部差唔多都唔會講客咧。故所人哋客話很不差，故所在嗰邊人哋就用客家話，然後佢哋打嘴鼓，佢哋咩動，佢哋。嗰樣時佢哋係用國語老人哋講法，人哋用客家話來飛機，佢就嚇到咧。因為佢在他的認知裡面，後生人係唔會講客嘅。哦，在海外嗬，可能佢哋青島後生子弟，可能連方言都冇乜曉講係啊，環境嘅關係啊。唔過係你講到福卡係輕重要嘅。喺講啲福卡要講，我唱冇問題。唔得講，一擺看到有一個非常係啊，佢嘅聲音全部會講客啊。係，佢講佢在福卡嘅世界全部出嚟聲音嚟講客，因為佢知道客家話冇福聽，係，故所全部就講客，故所佢嘅聲音嚟從細就唱會講客，唔會講英文，就到好教以後真學英文。哦，安尼一下出青島語言就會講啦，安尼一定讚嘅嗬。要不然我想誒聽唔到分享嗬，再來咧咩有報告全部結束嘅，我相信青島美好嘅回憶就留定唔到嘅心肝度嗬。有乜嘅特別想要講嘅內心話冇？我自己係感受到台灣嘅客家莊會聽到人講客。清少咧，你到時常買菜可能是講客是買唔到菜，可能係咁樣哦。不過我哋去到 LA 洛杉磯參加台風，我到美國做得聽到大家全部講客，我到心肝都動感同咁樣嘅。咁你自己參加禮拜嘅發通以後，有乜嘅規劃到目標冇？我自己本身係學中文、華文的，故所我是想講，下擺係有機會，我做得去海外去教中文也好，去教客語嘛好，全做得讓我自己嘅專業到客家了解，到大家來交流咁樣。都好喎，祝福你辛苦哦，你係上台好咧哈，繼續大表加油，優秀嘅客家青年。做得。跟勉強呢，以後有咩規劃？我自己係看到幾片嘅前輩，佢哋全部對客家就有認同嘅，唔過佢哋嘅聲音啊，全部就係因為冇環境做得好客家話，故所佢哋嘅客家話就冇講到安裝。
有意識咧行唔會講客，故所我知道認同老環境係當重要嘅，故所咧下我希望咧下嘅家長全部出做得老生人嚟講客，因為客家話係人哋嘅母語，做唔得問題。係啊，吼！我想俺自家咩做得以身作則啦，吼！就俺自家開始去講，地府卡去講，有一個，譬如講係好唱歌，我就繼續來唱客家歌。你做咧學習語言，你咪做咧唱歌來做表演，全部都做得啊！我咪相信客家嘅青年咧，透過廿擺國際嘅交流，就像俺主委講嘅，希望大家行出去，除咗要有客家嘅認同以外，要有世界潮流嘅觀念，要有安尼嘅眼光。我咪相信咧，大家廿擺參加吼，聽說係收穫滿滿。希望大家有興趣做啲上面看到幾條青島嘅相片，韓國有樣片呢，非常非常嘅精彩。因為非常感謝兩位優秀嘅客家青年，感謝文強，感謝李儀。我想看下今半日嘅節目，大家係咪想當感動呢？客家嘅青年當後生，唔過記得當佢自家嘅想法，咪當係呢繼續喺呢客家嘅領域繼續發光發熱哦，咪大本大家呢要嫩嫩嘅新嘅想法，來到國際檔看到冇窮樣嘅事物，咪轉到台灣繼續發揚呢個客家哦。今日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，大家係繼續聽聽先生來做認同了。